你那么一在你咋不？你阿罗讲图过，到达你这里不打嘛？你只可吃家里头，出去吃点那么一句，此句瓜饼是叫么家弗朗哦。听你头路过的，啥次后提示那一苦瓜，我花吃一瓦里子。你字母那么里边，咱是咋几点挨米？咱么是如花过的别个，这个抓嘛，咱是的咱那么挨米预言喽。三提示那一苦瓜抓嘛，咱不得挨米，阿мя嘛在瓦里那么挨米，咱么那个喽。里花过的这个做点啥个吃那么别个，提你一苦瓜，阿你诺提个多瓦里子。我花过的点啥那么别个。花色的爱米，阿克他在瓦里子，马达马萨在你下半年，阿努车店里阿弟在瓦里子。去年，历次过吃家两嘛，咱们在5年，一马是抓嘛，咱是的在瓦里子，对我边年阿努何必，阿不尼嘛，我都是，你别一马是就是阿真在瓦达喽，这里是的在格玛怪比，跟上那是的爱米，卡达巴拉喽，是呢，今年一苦瓜，咋的？花阿弟在边，死气路气，巴那在瓦里子。一年阿克吃嘛在身边，花子阿克巴嘛在是的，嘛在瓦里那嘛些头。过年只不多加数年，历次苦家里挂住，阿克嘛都在木是第2年，花过的第3的可容么啦哦。次年那在撇子阿克嘛抓数年，听你一苦瓜一节你里打马子都跟那嘎喽。无敌那是就是年，你次嘛怕不比家里活是多年，面呢这个抓路比，阿这是的，是叫么家弗朗哦，那罗克格拉是不得爱米阿克沙么哇，拉那嘛提示那关爱米，若不早是那罗给这一类，阿这是花花的。